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我 LK15的月亮頻道。喜歡我視頻嘅朋友，記得幫忙關注、訂閱我嘅頻道。今次嘅視頻係同大家分享湖北三峽恩施6天5夜遊。大5天，大清早，我哋嚟到酒店餐廳食自助早餐。食完早餐後，坐上旅遊巴，前往蘇布亞石林參觀。嚟到蘇布石林遊客中心，入場係需要買門票㗎。呢度就係蘇布亞女兒會廣場嚟㗎，呢個。現場的各位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歡迎各位來到我們國家級水景區蘇布亞食品。那麼來到香港的朋友呢，可以聚集在我們這個內甲鎮廣場的長桌前，我們馬上呢會舉行一個小小的儀式，是我們土家族的橄欖酒。我哋喺蘇布亞石林沿岸拍下咗珍貴嘅回憶。隨後跟着導遊前往園內。走過驗票口，前往園內探索。蘇布亞石林位於中國湖北省恩施市，係國家4個 A 級景區，形成於約4.6億年前嘅奧陶紀海底，由4個主要景區組成：青龍台、蓮花寨、磨子溝同九龍匯。呢度獨特嘅奧陶紀喀斯特地貌，被形象地比喻為一個巨大嘅海底迷宮，擁有超過100個自然景觀，並兼具豐富嘅土家族民族文化，係集地質奇觀、自然風光同民族體驗於一體嘅旅遊勝地。
嚟到呢個瞭望台啊，我哋影一影啲山景先。大好河山，大好河山，繼續落山啦嚇！我哋而家走第二個山，第一個山已經走完啦。一個山海經秘道，又開始入溝啦。走出觀景區，我哋走出咗觀景區啦。前去坐園內穿梭巴，回巴士站，再轉乘旅遊巴前去食午餐。嚟到百歲青年生態餐廳食午飯。今日嘅午餐啊！午飯後繼續坐上旅遊巴，前去下一個景點獅子關。嚟到獅子關門前，前有集體留影後，跟着導遊前去，居高臨下觀賞網紅橋。呢度係獅子關嘅網紅橋。隨後走回遊客棧道，靠左一直前去警交車始發站。獅子關呢個網紅橋好高㗎，呢度個山喺個山谷度啊嚇，山谷度。大暗斜，繼續向大暗斜坡下行。嚟到觀光車站，坐上觀光車。當車輛駛過，經過浮橋時，會引起浮橋晃動，造成水波盪漾，形成獨特嘅風景。獅子關網紅浮橋又名廊橋遺夢，位於中國湖北恩施州，係一條長400米、寬4.5米嘅水上浮橋。走過浮橋，繼續前往觀光。睇唔好咧。恩施州獅子關係一個結合峽谷風光、歷史文化同自然景觀嘅旅遊勝地，以其獨特嘅水上浮橋、
山水峽谷、喀斯特地形、景觀同野生獼猴聞名。景區以乾峽谷、水峽谷同大峽谷組成，吸引大量遊客前往觀光。走出獅子關，坐上轉乘車走回獅子關正門，再前去坐旅遊巴，離開獅子關前去食晚飯。嚟到錦里魚府食晚飯。嘅晚餐，晚飯後前去坐旅遊巴，先返酒店，嚟到軒恩錦江都城酒店小息後，晚上經興隆老街前去仙恩河睇燈飾。我哋而家行呢個興隆老街。軒恩嘅夜晚，湖北仙恩嘅供水河唔僅係一條貫穿縣城嘅河流，更係仙山供水國家4個 A 級風景區嘅核心景點，以景成一體嘅理念串連起文瀾橋、興隆老街等人文景觀。朝早可欣賞音樂噴泉同風雨橋，夜晚則有璀璨嘅燈光秀同音樂噴泉，成為軒恩獨特嘅夜經濟亮點。哇，好長喎條龍！呢個龍尾啊！右邊係一條好長嘅食街，左邊係軒恩河啊！坐竹船嘅碼頭，99蚊一張飛，一個人。呢個係竹船碼頭，呢隻花船，條龍歸河。欣賞後，我哋又返酒店，從興隆老街返回酒店，結束大5天嘅愉快旅程。今次嘅視頻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。喜歡我視頻嘅朋友，記得關注、訂閱我嘅頻道，按讚並轉發。我哋下個視頻再見，拜拜。